或者我哋先請阿黃毓民議員先啦，唔該晒。嗱我盡量簡單啲啦。嗱，文件第11段咧就講到有40宗涉及投訴人嘅個人資料被擅自放上呢個社交網站。咁啊12宗就涉及投訴人收到個 WhatsApp 嘅非應邀促銷信息。好啦，咁你就話咧呢兩類個案咧都難於跟進。咁我想知道難於跟進，咁你係咪唔理咧？有冇去諗辦法咧？係咪？你唔可以就咁話難於跟進，跟住你又冇第二句説話可以講嘅，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咧，即係你有咩對策先？你唔可以就咁一個難於跟進就唔理佢嘅啊！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咧，一陣間你一齊答啦。就文件第12段嗰度講到咧，就即係公署喺2013年收到61次嘅機構個人資料外泄事件嘅通報，涉及大約9萬人嘅個人資料私隱，當中有幾多係涉及公立醫院嘅資料外泄呢？因為個人資料外泄嘅事故之中，公立醫院就經常發生嘅。譬如上一個月伊利沙伯醫院藥劑部一個職員就唔見咗個 USB， 咁啊入邊有92個病人嘅資料。咁啊公立醫院遺失呢個載有病人資料嘅 USB 事件其實係好常見嘅。咁你有冇去諗下，即係相關嘅公立醫院啊點去處理呢啲病人資料？有冇去教育下佢哋咧？係咪？你後邊嗰段啊講啲教育推廣係咪？嗱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喺文件第14段提到，針對資訊同埋通訊科技應用方面咧，公署就抽查咗60款本地開發嘅智能電話應用程式。結果就發現有60%嘅程式咧，就有向用家提供呢個私隱政策聲明，大部分嘅政策係冇解釋個程式會讀取手機上邊啲資料同埋讀取資料嘅目的。嗱喺現行嘅法例底下咧，開發商係咪冇法律責任解釋程式係會唔會讀取呢個手機資料？嗱，如果係否嘅話咧，我認為政府就有必要修改法例，強制即係嗰啲開發商要解釋程式係會讀取邊一啲資料。呢個就即係又係對我哋嗰個私隱保障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嗱，另外咧就講到33條，95年到而家係咪啊？咁你而家仍然就停留嗱嗰度提到咧，即係33條轉移個人資料向海外香港以外地區嘅安排要嚴謹全面規管，提出兩個規定係咪？但係你係咪形同虛設咧？跟住你後邊就講啦，我哋即係要研究，咁啊搞到幾時咧？請問係咪？95年到而家從未生效，咁你講到咪廢話嚟㗎？係咪啊？係咪？你從未生效嘅嗰兩樣又全面嚴謹，係咪講緊咪等於廢話？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幾時可以生效？你哋個研究報告交到幾時係嘛？專員。多謝主席。就首先就係嗰個社交網站放資料嗰度咧，就喺我哋每一宗投訴，其實我哋都深入調查嘅。有得跟進嘅話，我哋一定跟進。最後如果係可以執法嘅咧，我哋係出一個執行通知嚟到杜絕佢有關嘅違規嘅情況嘅。但係喺呢啲跟進唔到嘅個案咧，大部分嘅情況咧，因為嗰個苦主咧都冇辦法了解得到咧，究竟對方侵犯呢個私隱條例嗰個對象係邊個？因為網上我哋淨係只要有資料，究竟邊個放呢啲資料上個網咧？喺個追尋方面咧，投訴人咧亦都冇辦法俾到一啲嘅資料，我哋可以追查到落去嘅。所以我哋嘅睇法咧，喺呢啲情況咧係真係跟唔到。唔係啦，個問題唔係喺呢度嗱，你即係搞錯咗個方向。你個問題就係話，你如果呢啲投訴多係咪啊？你唔係再針對某一個投訴個案幫佢解唔解決到、跟唔跟進到嘛？係你成個即係話嗰個喺一個即係俾人擅自放上社交網站啲情況，如果普遍嘅話，你就要諗對策啊嘛。我意思係咁，你唔係針對嗰啲投訴嘅個案嚟去處理嗰投訴個案嘅問題啊嘛。主席，完全同意黃議員講，所以我哋嘅睇法咧就係即係預防咧就係勝於治療。所以喺教育宣傳方面咧，我哋係不遺餘力係教導一啲用網上即係嘅朋友咧點樣去自保啊？譬如我哋好多係小學學生嗰方面啊，或者大學生嗰方面啊，或者係在職人士咧，我哋都有免費嘅講座咧。我哋亦都喺我哋個網上喺 YouTube 又喺 Facebook 嗰度咧，好多教材咧，好多指引咧，同埋我哋係現身說法咁樣咧，係教導佢點樣去自保。
盡量去避免喺網上咧無需要嘅一啲資料嘅發放啊。咁呢個先係最好，其實係保障自己嗰個私人。對唔住啊，時間關係，我諗有需要跟進，可能要再考，唔好意思啊。